还佫一大堆啦。要拿回去给亲朋好友看，不管有没有求道，不管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，都可以看。然后看了以后，想要佫较深的才看迄形而上位之道。迄就较深啊。若讲较浅的谢谢你，有啦，旁边刚刚还有400-500本。咱一个退几本啦拢要够搞。3个礼拜看的这个礼拜有啦，小几本啦，一点点，拢伫咧可能无提出，大家无顺手啦，若顺手牵油就牵遐，拢无牵好调的啦，所以或许看到那个印来了，没有把它消化，会很难过啦。若摕落去看就欢喜啦，嘛不知咧欢喜啥。所以